大家好，歡迎嚟到 MasterPicks 嘅 Pattern 介紹系列。今日我哋嚟傾下經典嘅反轉形態下降 C 型。下降 C 型通常出現喺下降趨勢中間，由一條逐漸降低嘅上趨勢線同一條同樣向下但斜率較細嘅下趨勢線組成。上趨勢線連接逐漸降低嘅高點，下趨勢線連接逐漸降低嘅較低點。股價喺其中震盪收窄。當股價向上突破上趨勢線嘅時候，就係買入信號，預示下降趨勢可能暫停或者反轉。最少預期漲幅可以大致計算為 C 型最寬處嘅高度向突破方向投影嘅距離。而家俾我哋喺 MasterPicks 內實操睇下。呢一次我哋以港股1585雅迪控股為例，喺技術指標功能中點擊下降 C 型形態之後，可以睇到佢喺2025年4月至5月嘅日 K 線圖呈現出經典嘅下降 C 型形態。股價喺1到3月逐漸升至4月嘅高點16， 4月至5月股價喺逐漸降低嘅上趨勢線多次築頂，逐漸下移同斜率較細嘅下趨勢線間震盪。5月底股價放量突破12.5後開啟上行趨勢，並一路攀升至10月高點15，但係10月之後又開啟進入下降通道。若果及時獲利離場，先至能夠把握住下降楔形結束之後帶嚟嘅漲幅。此外，下降 C 型形態亦都能夠作為選股指標喺我哋嘅 Pattern Scanning 中出現。點擊 Pattern Scanning，選擇下降 C 型。系統默認篩選出市場裏近25日出現過呢個形態嘅所有股票列表，同樣亦都可以自行調整呢個時間區間嘅長短。快來體驗 MasterPicks 嘅技術指標同 Pattern Scanning 功能，鎖定我哋嘅頻道，我哋盡快更新下期 Pattern 介紹，敬請關注大師精選穩賺高點。